大家好，我係地產哥哥。新嚟嘅朋友記得訂閱、留言、俾 like， 支持一下頻道，等我可以每日為你送上最新最快嘅香港地產新聞。今日係2026年4月24日，星期五。恒基地產旗下雲景標準三房單位最新以4213萬成交，實用尺價約35500，呢個價位反映買家對啟德跑道區半新盤信心十足。項目由華潤置地同保利置業合作發展，總提供582伙，間隔由1房到4房連套房。依次成交位於大廈6座27樓 C 室，實用903尺。較近期3030萬成交升約39%，顯示市場對高層景觀單位追捧不減。分析嚟講，雲根位置近啟德體育園同商場，生活配套完善，加上近期樓價回穩，用家自住同投資者都睇好，預計類似單位短期內仲有上升水位。恒基地產、希慎興業同帝國集團合作項目紅磡庇利街首案，累計收到逾7600票，超額認購33倍。週六首輪銷售218伙，大手客時段推133伙，折實入場費約638萬。最新資料顯示，截票時已逾5000票，超購22倍。發展商即加推第3張價單，輕微上調售價回應需求。第一期第二座銷售分 S、A、B 組，恒生銀行仲提供定息按揭同現金回贈優惠，首3年年利率2.73厘，減輕買家負擔。預計將帶動紅磡區新盤。恒隆地產山頂裕豐低層戶1億售出，呢個項目以租賃為主，4房雙套位於15樓 B 室，折實尺價約42790，完成翻新後即錄主動出價成交。裕豐持有逾20年，屬山頂地標，依次1億造價，證明頂級豪宅抗跌力強，買家多數係睇中維港景同私隱度。市場分析，豪宅近期交投回暖，裕豐類似單位尺價維持高位，預計隨利率環境改善，更多資金流入依類資產。新世界發展同港鐵合作大圍站上蓋項目柏傲莊3招標，最新售出11伙3房同4房，套現約2.8億，其中4房雙套連工作間單位4725萬成交，創標準戶新高。累計招標售逾100伙，3個招標日估81伙，套現逾20億，成交價由1617萬至4710萬，尺價22585至37120，包括11伙4房雙套同25伙4房一套。項目臨河景觀，港鐵雙線上蓋加大型商場配套，深受買家追捧。呢波熱銷反映鐵路上蓋新盤優勢明顯，短期尺價升勢持續。鋪市方面，珍妮曲奇創辦人同相關人士以810萬購入尖沙咀美麗都大廈鋪位，建築面積約400尺，屬商場內鋪，目前月租28000，原叫價1400萬，減逾40%成交。尺價約20300，原業主1986年以242萬購入，帳面獲利568萬，升2.3倍。珍妮曲奇亦喺大廈地下同1樓有分店，依次趁鋪位跌價入市，顯示對尖沙咀核心區鋪位有信心。今日就講到呢度，未訂閱嘅朋友歡迎訂閱。